是美女，还是猛虎？王淑珍。是美女，还是猛虎？这个故事是19世纪美国一个有够幽默的作家 Frank Stallone 写的，是一篇真出名的短篇故事，一个无写结尾的 open ending 的故事。Frank Stallone 写的囡仔故，伫迄个年代算是比较创新的，真受欢迎，生行卖几十年。故事是安尼：真久以前，有一个半野蛮、半开化的国王，伊统治国家的方式甲别个国王无共款。伊下令叫人起造一个规模真大、圆形的比赛场，做公共场所。毋过，这个比赛场毋是予人民摕来做运动用的，有伊特别的用途。若是有人被告，讲伊犯罪，这个人就会予卫兵抓起来，带去比赛场，徛踮广场的正中央，伫国王甲在场人民的注目之下接受审判。比赛场有2扇一模一样的门，被告必须要家己做决定，选择要拍开倒一扇门。其中一扇门的后面是一只枵飒飒、佮凶介介的猛虎。若放伊出来，被告定会予这只猛虎拆食落腹，晕死无活的。这个选择的结果，代表被告是有罪的。另外，迄扇门的后壁是一个美丽的女士。若准被告选择这扇门，代表伊无罪，通甲这个美女结婚。毋管被告已经结婚，也是还未结婚，拢无要紧。国王会当场为因举办婚礼，予这对新婚的翁仔某做阵离开。国王设这条法律，用这种呛死的算法，予被告接受运命的审判。这条法律伫国内通人知，所有的人民拢通去现场看审判的过程。众人已经拢看甲惯死，嘛认定通用这款粗鲁、残忍的方式来找找正义，展现正义。审判的过程有若袂拖沙，佮无人怜悯。有一天，国王发现伊的宝贝查某囝去爱着一个不止啊缘投的少年家。这个少年家的社会阶级无悬，国王无爱公主嫁予低贱的平民，就凊彩找一个罪名，甲这个少年家关入去监狱，听候审判。安尼，这个少年家若无予猛虎拆食落腹，嘛会带国王安排的美女做某，绝对无机会甲公主结婚。公主利用伊的关系，派人去探听消息，倒一扇门后壁是虎，倒一扇门后壁是美女，伊已经真清楚。可恨的是，迄个美女竟然是伊在来上讨厌、上怨妒的人。审判得要开始啊！公主坐伫国王的身边，规个心肝乱糟糟，徘徊伫爱情甲私心之间。伊目屎含伫目前，毋知要安怎面对这场审判。伊毋知影家己敢有法度接受伊意爱的人去带伊的对敌，嘛毋知影家己敢忍心目睭金金看伊意爱的人去予猛虎活活咬死。审判的方式虽然真简单，要做决定真正的选择，煞遮尔啊为难。少年家徛伫广场的中央，目睭看对公主迄边去，等公主予伊一个暗示。所有的民众嘛点点咧等要听这个少年家命运的声音出现。这时，少年家的运命已经毋是伊家己的运命，
伊看到公主一滴目屎伫日头骹圆圆光光像珍珠，为喙皮淋落来，滴伫胸前。伊用疼惜的眼神，互公主一个无人发现的笑容。正手举起来，伊对两扇门其中的一扇门迄边去，一点仔都无丢除。迄扇门的后面到底是美女还是猛虎呢？这个故事到这为止，结尾就互大家随人去思考，随人去发挥咯。